有啲參賭者賭咗好多年，所累計嘅賭債相當之龐大，可能需要10年以上嘅時間先可以還清。還債嘅過程痛苦又漫長，令人哋好想逃避或者用賭嘅方式快速解決賭債。但輕易還清賭債嘅人，翻賭機率都十分之高，因為冇賭債而放低警惕，自我約束力下降，誤以為自己有辦法解決而重蹈覆轍。所以慢慢用一步一腳印嘅方式還債，唔單單係為過去嘅行為負責，亦都係戒賭過程中一個重要嘅步驟。呢份心理負擔可以減少賭者重返賭博嘅誘惑，同時為債務制定明確嘅生活目標，更加專注喺停賭嘅計劃上。喺面對債務嘅時候，除咗調整上述嘅心態，亦都有以下處理債務嘅小貼士：詳細檢視自己嘅財務狀況同埋還款能力，減少生活非必要嘅支出；按債務類型、金額、利息同埋還款期排列還款嘅緩急次序；同債權人協商合適嘅還款金額、期限同埋降低利息；邀請家人協助落實執行還款計劃，將金錢交俾佢哋管理，避免過多嘅現金留喺手上，容易誘發賭博衝動；致電戒賭中心預約財務輔導，由專業理財分析師協助制定還款計劃。